Hello，大家好，我係 James，歡迎大家嚟到我哋 AE 金融教室環球市場追擊7月份第一個星期嘅環節。咁今次咧，我哋個主題咧就係派成績表啦。點解話派成績表咧？首先咧，學校就係放假啦，咁啲細路哥一定好開心嘅。但係咧，大家回憶翻自己做學生嗰陣時咧，放假之前咧，仲有一關要過嘅，就係咧派成績表。派完之後咧，要揾屋企人簽名。咁喺第二季嚟講咧，就喺6月30號正式就完結咗。咁我哋作為一個市場嘅參與者，都需要知道下咧，喺第3個月至到第6個月呢一段期間咧，咁成個環球嘅市場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同埋表現，尤其係呢樣嘢啦，表現係點樣樣？因為點解咧？其實3月至6月期間咧，發生咗好多唔係好相關市場嘅一啲事，咁就令到我哋可能令到，如果唔係話好留意嘅人咧，就會令到佢哋嘅一啲注意力咧就分散咗。再加上咧個市咧其實都有少少亂嘅，咁未必個個都知道發生緊啲乜嘢事或者發生咗乜嘢事。咁我哋就通過呢個一個表現嘅 review 咧嚟幫大家了解清楚。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1至3月咧成個環球嘅市唔係好好嘅。咁如果係講股票方面咧，尤其差啲。3月最尾一個禮拜咧，就美股嚟講，就係2008年1月去計，一路計到今時今日咧，表現最差嘅一個禮拜嚟嘅。咁即係已經計埋金融風暴在內，都係表現最差嘅。咁如果係港股咧，就仲衰啲。3月份最尾個禮拜咧，就係2003年去到2014年以來咧最差嘅一個禮拜嚟嘅。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去睇今次嘅一啲表現嘅時候咧，第二季嘅一啲表現嘅時候咧，可以抱住物體嘅一個心態。咁物體大家都知道係好寬容大量嘅。咁見到麥兜咧，淨係得3科唔合格嘅時候咧，已經要開心到喊啦。咁今次咧，我哋個數據咧又唔係咁差，但係咧始終咧都未係去到一個好旺好爆嘅一個時候。好，首先我哋去睇一睇成熟市場去對呢個新興市場，究竟邊一個市場會好啲？咁答案就係咧，新興市場係贏咗嘅。如果係講6月嚟講咧，新興市場就升咗2.2%，成熟市場咧就1.6%。咁如果係講成個第二季嘅時候咧，新興市場咧就跑贏成熟市場差唔多1.5個 percentage point。咁呢啲咧全部都係用 MSCI 嘅新興市場指數同埋成熟市場指數去計出嚟嘅。咁點解會有啲咁嘅現象發生呢？我哋如果淨係睇一個資金流嘅話咧，就可以知道2013年流入去新興市場嘅錢咧，一共有390億嘅美金。咁呢啲錢咧就係2014年嘅第一季完完全全流咗出嚟。因為嗰一季咧就流出咗382億美金。咁好彩咧，就啱啱過咗去嘅第二季咧，就又淨流入咗134億。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number 嚟嘅。如果係揾一啲基本面方面嘅原因咧，我哋就知道咧，金磚五國經常帳赤字咧有減少。所謂經常帳咧，就係佢入口多過出口。咁呢啲咧喺一個赤字嘅情況咧，喺一啲發達國家入邊咧係好常見嘅，或者係一啲好窮嘅國家入邊係好常見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係講發達國家嘅話，佢自己本身嘅消費能力係好強嘅。但係喺一啲發展中國家喺新興市場入邊咧，咁樣咧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現象。所以喺第二季嘅時候，金磚五國經常帳赤字全部都有一啲改善咧，咁係一個好事嚟嘅。跟住咧就有地緣政治嘅風險就受控啦、減少啦，同埋被 price in 啦，即係中國、越南啊、俄羅斯同埋呢個烏克蘭啊，咁 at least 冇繼續去惡化，咁大家都已經接受咗一啲既成嘅事實。跟住咧就係對中國、印度兩個政府嘅一個正經嘅決策同埋執行能力有一個正面嘅期望。而最尾咧就係中國經濟數據咧少少地咁樣轉好咗。其實中國嘅情況咧就比較複雜，咁我哋就會喺最尾嗰度咧會再詳盡啲去講嘅。跟住大家就可能會問啦，如果我係一個基金投資者，咁我而家見到新興市場而家旺翻啲咯喎，咁我究竟係追定係唔追呢？咁我如果追的話，我幾時要走呢？呢個咧就係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美銀美林嘅一個trading rule 啦，for 專門係 for 呢個新興市場嘅。咁佢就 set 咗兩條線。第一條咧就係1.5%，另外一條咧就係-3%。咁呢個 percentage 係點解咧？佢就係用呢個4個星期嘅
一個讀數係關於咧新興市場佔咗全球資產配置入邊幾多個 percent 去定嘅。咁樣講嘅話，如果係呢個新興市場佔咗全球嘅資產配置已經去到1.5% 嘅時候咧，你就應該要放新興市場啦。如果個新興市場係佔咗全球嘅資產配置去到-3%，即係話大家其實係沽緊新興市場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入啦。啡色嗰條線咧就係講緊呢個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嘅呢個 percentage， 而藍色嗰條線咧就係 MSCI 新興市場4個星期嘅一個平均值。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呢個指標咧其實都幾準嘅，所以我會建議咧大家會喺未來咧 keep 住去睇我哋呢個環球市場追擊。咁我哋會不定時去 update 新興市場而家 asset under management 嗰個 percentage 咧究竟去到幾多。跟住我哋就睇一睇啦，喺國家方面第二季邊個係贏家，邊個係輸家呢？嗱，贏嘅呢，如果係第二季嘅話，最 top 嗰3個土耳其、印度同埋台灣。咁土耳其呢，其實喺上年嘅時候呢係好勁嘅。我記得佢個50天線 over 250天線呢，即係話佢講緊一個中期嘅一個動力呢，其實係曾經去到個30% 度嘅。但係呢，因為佢升得高，所以喺新興市場啱啱過咗嘅嗰22個星期，俾人連續懟嗰陣時咧，佢係俾人贖回得最多，所以跌得最慘嘅一個國家。咁好明顯咧，而家又起翻身啦。印度咧，我諗主要係關佢啱啱當選嘅一個歷史性當選嘅新嘅領導層嘅關係啦。因為咧，坊間對佢嘅領導層嗰個睇法咧，就係對市場係極之友善。而台灣咧，就主要係咧我之前曾經幫有啲客戶去入咗台灣嘅一啲基金啦，咁呢啲基金咧就我諗係上年嘅8月尾嗰陣時入嘅。呢啲基金咧就慢慢陰啲，直接上咧到而家咧已經差唔多17% 㗎啦。咁你可能唔知佢個原因係咩？咁我嗰陣時幫我啲客戶去入咧，個主要原因咧我都係揸住一點嘅啫。台北證交所指數70%嘅股票都係同科技同 IT 相關嘅，但係做硬件嘅，即係話咧喺 IT 呢個產業入邊咧，佢係 value chain 最前嗰 part。咁我就嗰陣時睇到而家，我都係揸住呢一點。咁台灣嘅升勢咧，都係同 IT 界係有關嘅。跟住如果係講6月咧，頭3名就係泰國、巴西同埋台灣啦。好，就係如果係講最衰嗰幾個國家咧，我諗大家應該都好少有投資喺呢方面啦。所以咧得個知字啊，2014年第二季最差嘅3個國家，阿聯酋、卡塔爾同埋咧就係匈牙利㗎啦。如果係講 sectors 嗰方面咧，我哋就淨係講好嗰啲 sectors 啦。2014年第二季頭3名嘅 sectors 咧，最好嘅資訊科技，跟住就係能源同埋公用事業。咁資訊科技咧係2014年第二季嘅頭幾個月，頭2個月會比較好啲，第3個月咧已經有少少出現咗一個贖回嘅潮啦。但係能源同公用事業咧就真係不得之了啦。點解咧？我哋去睇一睇呢幅圖。其實咧，佢今年到而家咧呢2個 sector 咧，一個就已經升咗15%，另外一個咧就已經升咗13%，係全年嚟講環球嘅 sectors 入邊升得最多嘅2個。所以咧，啲散戶咧喺4月份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瘋狂地咁樣擺錢落去呢2個 sectors 㗎啦。大家可以見到由06年去計到而家，呢幾個月嘅散戶投資額咧，其實係創咗一個史無前例嘅新高。咁散戶通常人哋攞佢嚟當咩咧？係當燈㗎嘛。所以咧，如果大家已經有錢擺咗落去呢2個 sectors 嘅時候，我會建議大家真係會睇得比較實啲，因為咧佢散戶咁樣投資法咧，令到我自己都會覺得有少少驚啦。好，最尾我哋會講講中國啦。咁中國咧就會有匯豐喺7月1號嘅時候咧出咗一個 PMI 值。咁我哋首先去睇一睇佢個manufacturing 嘅 PMI，即係咧製造業嘅一個採購經理指數。咁其實採購經理指數呢樣嘢咧，佢喺5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見到有少少 feel 咧，係好似已經見到個底，開始有少少反彈啦。咁匯豐出嘅呢份嘢入邊咧，紅色就代表住有改善，咁灰色咧就代表冇變過或者咧就下降。所以喺呢一個製造業嘅 PMI 入邊咧，我哋已經可以見到咧，基本上好多嘢
都已經係不斷改善緊㗎啦。而佢今次咧6月份嗰個讀數咧，就基本上係差唔多今年以來唯一一次高過50呢個富榮嘅分界線嘅一次嚟嘅，所以係一個比較好啲嘅現象。咁大家可能見到啦，有啲係冇乜點改善嘅，譬如話呢個 new export orders，即係話新嘅出口嘅訂單，可能反而係衰咗少少。咁呢個又唔使驚嘅，因為其實5月份嘅時候咧，49.8呢個讀數咧，或者佢當其時嘅一個出口量咧係4年嘅新高嚟嘅，所以而家咧有少少降低咗咧，咁就唔係話需要好驚。咁我覺得比較樂觀啲嘅一啲數據咧，反而係 new orders 新嘅訂單總和嘅訂單，咁就由50咧升咗去51.8，呢個係一個幾大嘅升幅嚟嘅。如果對比翻我哋用一個 growth momentum 去睇，即係呢個叫做一個增長嘅一個動力去睇嘅話咧，呢個計嘅算嘅方法就係用新嘅訂單減去庫存。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呢2個月之中咧，呢個 growth momentum 即係增長嘅動力咧係增加得幾快嘅。跟住我哋去睇一睇service 嘅 PMI，即係服務業嘅一個採購經理指數。嗱，之前講過紅色代表有增加變好咗，灰色就代表冇增加或者下降啊嘛。咁基本上可以見到咧，所有服務業 PMI 嘅指數咧嘅指數成分咧，全部都有增加嘅，只不過係得一樣，但係呢一樣咧係最關鍵嘅一個 price charge 呢個 component 咧係冇增加到，反而有少少下跌嘅。咁 price charge 就係代表咧，我係提供呢個服務，我收翻幾多錢翻嚟。咁呢個反而有上個月嘅49.7就跌咗去今個月嘅49.4，但係 overall 嚟講咧，成個匯豐嘅服務業中國 PMI 咧，就其實已經係2013年3月以來最高嘅一次。咁你話服務業又好，製造業又好，呢個 PMI 讀數好唔好咧？我可以同你講，6月份嗰個咧係 OK 嘅，都幾好嘅。咁你又問啦，會唔會呢個指數會令到市場對中國嘅信心有一個好大嘅加強咧？或者會唔會對市場有啲引導嘅作用咧？咁我同你講未必啦，因為咧好多呢啲增長咧已經係題中應有之義。咁其實大家都係估佢咧由5月份開始會有一個迷你型嘅一個反彈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對成個市場有冇一個提振嘅作用咧？我就覺得可能會少啲啦。如果係講中國而家面臨緊嘅困難咧，咁所有坊間嘅報紙專欄啊，或者大行嘅一啲報告啦，講嚟講去都係嗰幾樣嘢嘅啫。地方政府債、影子銀行、房地產，可能再加上一個 funding source 嘅唔夠。咁講嚟講去咧，我覺得都係未捉中一個 point 嘅。咁我哋始終都係覺得中國個市場入邊最大嘅風險咧，反而係佢個政治風險。因為習總同埋李克強上台之後咧，咁大家係好明顯可以見到佢哋係想通過一啲經濟改革，可能去達到一個政治改革嘅目的。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咧，成效仲未係好見到，同埋咧佢哋執政嗰陣時咧係有一啲好多我哋常人所唔知嘅一啲阻力嘅。咁有啲嘢咧講真，我又唔係好方便講，但係我就係想提一提大家一樣嘢。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咁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咧就俾正式起訴啦，咁就已經去免除咗佢個黨籍啦。咁徐才厚咧就係之前有一位大佬級嘅人物喺中國軍方嘅代言人嚟嘅。咁佢嘅被捕咧，我覺得係已經係一個好嘅 sign 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喺政法界都係另外一位大佬嘅代言人咧，而家咧就仲未宣判。咁我就覺得如果呢兩個都宣判咗咧，對 lift 即係話令到成個中國喺政治方面嗰個 overhand 去取消佢咧，係有一啲係算係一個好啲嘅一啲現象。但係而家咧另外一個政法嗰方面嘅一個前大佬級人物咧，就仲未宣判住。咁我哋就唯有拭目以待，睇下幾時由呢啲現象，我哋可以觀察到中國內部嘅一啲政治嘅風險咧係降低咗。我相信到期時咧，成個中國嘅市場咧會有一輪新嘅 revaluation 嘅。
好，今次我哋講就係咁多，下次再傾，拜拜。